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個嘅主題叫做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。你哋有冇印象呢句話係邊個講㗎？舉手，個後有獎。呢句話咧，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呢句話係邊個講㗎啦。佢就喺瑪利亞啦。OK， 同你隔離人講，記住啊，瑪利亞講㗎。呢句話咧，喺你同我嘅生命嘅入邊，或者係我哋有幾多時候，我哋係會回應神主啊，照着你講嘅去做啦，就照着你講嘅去成就在我嘅身上啦。或者好多時候咧，我哋係討價還價，要咁咩？真係要咁？5日得唔得啊？冇7日啦。做小組去1次小組就得啦，唔好2次啦，得唔得啊？好多嘅時，有幾多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回應對主嘅話語或者係對神嘅教導，係用呢句說話嚟到回應神，話神啊，照你嘅話成就在我嘅身上。有幾多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在凡事上去信靠同埋信服神嘅話語同埋引導嘅咧？嗱，將呢兩個嘅問題咧放在你嘅腦海嘅裏邊。因為我哋要為自己嚟到解答。今日當我哋睇神嘅話語嘅時候，當我哋不斷嘅一齊去明白神嘅話語更深嘅時候，我哋為自己嘅生命嚟到解答，按着神嘅意思。今日我哋要借着瑪利亞接到天使嘅報喜，對天使嚟講係報喜，但係對瑪利亞嚟講係乜嘢心情呢？我哋陣間就會睇到。亦都借着瑪利亞佢嘅回應同埋行動，我哋嚟睇下自己嘅生命，讓我哋有反省、有改變，能夠成為瑪利亞越嚟越多嘅回應神，係話神啊，照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。神啊，讓我行在你嘅計劃嘅裏邊，而唔係話神啊，請你照着我嘅計劃去行，讓我行在我嘅計劃嘅裏邊，讓你行在我嘅計劃裏邊。今日我哋要嚟到翻轉，我哋要嚟到改變。首先我哋嚟讀今日嘅經文，路加福音嘅1章26到38節。路加福音嘅26、38節呢段嘅經文呢，係分為2段嘅。呢一段呢，我哋一開始讀呢，就係講到天使對瑪利亞講嘅說話。陣間我哋再睇嘅一段呢，係講到瑪利亞點樣回應神，留意佢哋嘅對話，留意整個嘅故事係點樣發生，有乜嘢嘅細節。咁咧，你同我喺我講到你聽到咧，先會有意思㗎。唔係我啱啱塞你嘅喉嚨，咁塞落去神嘅話語咧，你消化不良咧，你都唔知道自己翻屋企其實消化咗啲乜嘢。所以我哋今日嚟到，你亦都嚟到做一個主動嘅角色，喺你嘅座位上邊，你亦都嚟反覆思想神嘅話語，你亦都同我一齊去留意中間嘅細節係乜嘢。阿們，我哋一齊嚟讀神嘅話語。到了第6個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一個童女那裏，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，名叫約瑟。童女的名字叫瑪利亞。天使入去對她說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問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瑪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，又反覆思想這問安是什麼意思。天使對她說：瑪利亞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，你要懷孕生子，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。佢要偉大，稱為至高者的兒子。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，他要作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，他的國也沒有窮盡。再嚟，瑪利亞對天使說：我沒有出嫁，怎麼有這事呢？天使回答說：聖靈要臨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。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，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，現在有孕6個月了，因為出於神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。瑪利亞說：
我使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天使就離開他去了。阿們。喺整段嘅經文嘅裏邊咧，其實呢段嘅一節嘅經文咧係叫做報喜啊，即係天使咧嚟到瑪利亞嘅面前向佢報喜，話乜嘢啊？以色列人盼望咗幾百年嘅呢個嘅彌賽亞，終於要誕生，而係在你嘅身上誕生。所以呢個咧對天堂、對天國啊，對天使嚟講係一個報喜嘅一個嘅事情嚟嘅。咁喺呢個嘅，我哋要了解下，瑪利亞其實佢答應主啊，照你嘅話語成就，唔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。喺當時咧，呢個嘅拿撒勒呢個嘅細地方咧，其實喺聖經嘅裏邊從來未提過呢個地方啊。嗱，當呢個地方咧未被提過嘅時候，即係話佢其實冇咩重要㗎呢個地方。咁呢個地方咧，佢係一個好細默默無聞嘅一個嘅小村莊嚟嘅啫。一共咧有150個人住喺入邊嘅。但係咧喺呢個嘅地方咧，啲人咧係以乜嘢啊？以農業，即係耕田啊、鋸木啊等等啦，呢啲嘅職業啦，為佢哋嘅生活嘅。咁喺呢個嘅地區嘅人咧，亦都好嚴格嘅嚟到保守着猶太教咧好多嘅呢啲律法咧，同埋文化同埋呢啲嘅習俗嘅。所以喺呢個嘅背景底下咧，瑪利亞佢當時喺社會嘅嗰個嘅地位咧，係一個嘅童女。佢童女嘅意思即係話佢未結婚未嫁，未曾同任何一個嘅男人係同房同床過嘅。咁喺呢個歷史嘅研究嘅裏邊咧，係可能咧係得50到20歲之間嘅一個好年輕嘅女仔嚟嘅啫。咁喺當時咧，佢係訂婚啊嘛，我哋話訂婚同約瑟訂婚啱唔啱啊？咁訂婚嘅時候咧，佢係咪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訂婚咗可以取消婚約㗎？然之後冇任何嘅法律嘅呢個嘅責任嘅。但係喺當時咧，當你許配在俾某個人嘅時候咧，你係需要經過法律嘅程序去離婚，咁你先至叫做解除個婚約嘅。佢唔係話好似而家我哋咁樣訂婚，跟住可以 call off 可以取消啊。所以呢個嘅婚約咧係非常之看重，而且當佢如果喺呢個嘅訂婚嘅過程嘅裏邊，佢如果大肚嘅話，咁有咩後果啊？會俾石頭掟死㗎，係會需要佢係會被視為咧通姦。甚至咧，佢整個嘅家族咧係會面對一個嘅羞恥，佢終身咧，甚至佢嘅屋企嘅世代咧，都會背上呢個嘅污名，在佢嘅生命嘅裏邊咧，佢嘅家族嘅裏邊會被鄙視、會被歧視嘅。當佢面對咁多嘅風險嘅時候，但係我哋睇到瑪利亞最尾佢回答神係乜嘢啊？佢依然係話，照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。究竟呢個女仔佢點解有咁大嘅膽，可以同神話照你嘅意思行在我嘅身上？今日如果係你有咁嘅膽啊？今日如果係你會為咗你所相信嘅神話神，即使係咁，照你嘅意思成就在我嘅身上。瑪利亞同埋天使喺嗰個嘅對話嘅當中，我哋睇到整段嘅呢個嘅路加福音，其實佢係要表達緊乜嘢呢？首先我哋會睇到喺個經文嘅裏邊，我哋有睇到天使嘅出現，啱唔啱啊？跟住佢有提到大衛家，佢亦都有提到雅各嘅王，呢啲係舊約嘅人嚟噶，即係同瑪利亞咧係隔咗好遠嘅時間嘅。喺呢段嘅經文嘅裏邊，我哋睇到
神冇忘記，在舊約嘅時候，在連瑪利亞未出世，連新約未寫完，連舊約都未寫完嘅時候，喺以賽亞書嘅7章同埋9章有講到嘅，將會有一個嬰孩為我哋而誕生，係從童女而生嘅。經過咗好幾百年，呢個嘅應許神冇忘記。喺路加福音一開始嘅時候，我哋睇到，如果你打開你嘅聖經，在天使報喜之前，其實係宣告邊個嘅誕生啊？施洗約翰嘅誕生。呢個嘅人就係去預備耶穌嚟嘅道路，即係好似你同我而家去預備，俾人知道，話俾人知道要信耶穌啊，要悔改啊，因為耶穌好快要翻嚟啊，要得着永生嘅生命。於是，在耶穌誕生之前，耶穌在嚟之前，神亦都預備咗施洗約翰去講述神將要嚟到嘅呢個嘅信息，叫人悔改，叫人信主。神從舊約延續到新約，佢嘅救恩嘅計劃從來冇停止過。當我哋睇到呢個嘅延續性嘅時候，神保守佢嘅預言，神保守佢所應許嘅。我哋亦都睇到喺大衛家啦嘛，咁其實咧喺當時嘅時候咧係個周邊咧，即係有羅馬啦，羅馬即係好有錢嘅地方，好有權勢，包括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係大衛所居住嘅地方，係一個好有權威、好有權勢，好多出身於名望家族嘅人會喺嗰度出世嘅。但係偏偏天使越過呢啲所有嘅地方，佢嚟到一個連人都唔知道可能有出現嘅，連人都唔知道可能係有咁嘅一個地方咧，嚟到揀選咗瑪利亞，以借着佢將佢所應許嘅呢位嘅救世主帶到呢個嘅世上嚟。神係一位守約並且會按着佢嘅時間成就佢嘅應許嘅人，神。所以今日你話咁同我有咩關係呢？當我哋過咗咁多嘅年，我哋唔係活喺聖經嘅呢個嘅環境嘅裏邊，但係我哋嘅神直到今日依然係嗰位守約施慈愛永不改變嘅神。所以你同我今日無論面對乜嘢嘅挑戰，無論面對乜嘢嘅環境都好，找緊神嘅應許。你嘅屋企人可能未信主，你嘅一啲嘅面對嘅困難，或者有啲屋企人依然喺醫院，但你要記住一件事，你嘅神係信實嘅，係按照佢嘅時間同埋佢嘅方式嚟到成就佢所答應嘅嘢，按着佢嘅話語。當我嘅阿公阿媽咧，我哋係一齊住咗30幾年嘅，但係我哋亦都一直嘅祈禱，捉緊神嘅應許，捉緊神嘅話語，祈禱讓神嘅旨意可以成就。佢哋並冇喺我嘅阿公咧，並冇喺佢在生嘅時候可以嚟到教會服侍，可以嚟到教會去讚美神。但係神所俾嘅應許就好似聖經所講嘅，當我哋不斷嘅祈禱，我哋將人帶到神嘅面前，靠着聖靈去感動人嘅心嚟回應神嘅時候，就在佢嘅病床上邊最尾一刻48小時 before 佢離開呢個世界，佢就接受咗主，成為佢個人嘅救主。我哋唔明白神嘅時間點解係咁安排，但係我哋要記得，要相信佢係嗰位信實嘅神，佢係嗰位施慈愛嘅神。我哋亦都睇到神嘅揀選在呢個嘅地方嘅裏面，佢係同人嘅思想咧係唔一樣噶。佢係會嚟到顛覆人嘅嗰種嘅揀選嘅。可能對我哋嚟講，哇！你要嚟做救世主，你要做王，梗係揀啲家世好啲噶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呢個咧偏偏揀嘅咧
係好多嘅文化上啦、法律上啦，好難嘅一個嘅一個好多挑戰啊！睇人嘅眼中唔係咁完美，亦都唔係咁好啊！當你要揀選一個嘅國家嘅領袖，或者你要揀選你自己領袖嘅時候，我哋都會有一套嘅諗法，一套嘅呢啲嘅條件嘅，包括我哋要揀一啲嘅，你要揀女婿啊，你要揀你嘅新抱啊，你都有啲條件嘅，啱唔啱啊？但係在神嘅眼中，神就要偏偏在人認為冇用處、卑微、冇價值嘅地方，佢就要在嗰度興起呢個嘅救贖主。而耶穌接落嚟，在佢所有嘅服侍嘅裏邊，佢係多次嘅被人稱為拿撒勒耶穌。拿撒勒耶穌就係從呢個卑微嘅地方出嚟嘅救世主。神要讓人知道，唔係人嘅能力，唔係人嘅身份，亦都唔係人嘅地位，嚟到改變神救贖嘅恩典。因為恩典權柄係出於神，所以呢個就讓我哋可以安心。你唔需要因為你生命當中一啲嘅污點，你唔需要因為你生命當中一啲你覺得比唔起人嘅地方，而你覺得神啊，我唔配。耶穌明白，耶穌亦都知道，今日耶穌要話俾我哋知，佢信神，佢揀選嘅，佢所呼召嘅，佢有佢嘅辦法，使到呢個嘅人事物成為多人嘅祝福。在呢段嘅經文裏邊，我哋亦都睇到天使不斷嘅向瑪利亞講，係咪啊？佢話你要生嘅就係神嘅兒子，係聖者，而且咧係乜嘢啊？佢嘅國要堅固到永遠。佢所講嘅說話，神所講嘅說話，沒有一句是不帶能力的。所以在呢個嘅裏邊，我哋都睇到神佢再一次嘅肯定耶穌基督。佢就係嗰位唯一嘅救主，佢就係嗰位唯一嘅真實。未換咯，前面一陣，佢就係嗰位唯一嘅，佢就係嗰位唯一國度嘅主，佢就係掌管萬物，所有世間上嘅權柄同埋國度將會過去，但係耶穌基督國度永遠常存。乜嘢意思啊？對我嚟講係乜嘢意思啊？神嘅國永遠長存嘅意思，即係話你所信靠嘅神，無論在乜嘢嘅環境，無論在你嘅國家發生乜嘢事，你嘅生命發生咩事，佢依然掌權，佢話算就算。所以我哋翻到神嘅話語當中嘅時候，要捉緊神嘅話語。當神話神嘅旨意對我哋係乜嘢啊？常常喜樂，不住祈禱，凡事感恩。呢句說話唔會因為你好順境而變得冇用，呢句說話亦都唔會因為你在逆境嘅裏邊就顯得冇能力。神嘅國度永遠長存，佢係永遠嘅主，永遠嘅神。即使話在你嘅生命裏邊，你永遠有一個不改變嘅神嚟到帶領你嘅生命，你永遠有一個信實、慈愛、掌權，直到永遠有能力，能夠赦免罪，能夠叫人從黑暗走出嚟，能夠叫你嘅生命翻轉嘅一位神。即使話你嘅生命永遠有盼望，永遠可以住在神嘅平安同埋喜樂嘅裏邊，只要你承認耶穌基督係你嘅主，係你嘅王，甚至係你嘅家族。所以你要帶着信心嚟到呢個王嘅面前，捉緊佢所俾嘅一切嘅應許，因為佢嘅話語一句都冇落空。所以你要大膽嘅、坦然無懼嘅嚟到主嘅施恩寶座前。我哋可以卸下我哋嘅重擔，不再憂慮，唔需要按着自己嘅方法，好努力咁樣、好辛苦咁樣生活。因為在你同我嘅生命，有嗰位持守信約，有嗰位信實，有嗰位掌權直到永遠嘅神。第二，我哋睇到在整個嘅呢個嘅
歷史，即係呢個嘅路加福音嘅1章裏邊咧，我哋頭先係睇到瑪利亞同埋天使嘅一個嘅對話，啱唔啱啊？但係當你去翻聖經，聖經係神嘅保障嚟噶。神嘅話語咧，我哋表面咁樣睇嘅話咧，你會睇漏好多嘢噶，你會走雞噶。所以當你睇前邊，若佢天使咧喺嚟揾瑪利亞之前咧，佢係揾咗邊個啊？施洗約翰同埋瑪利亞嘅表姐夫，同佢講你會生一個仔，但係咧佢同佢個太太其實係唔生得嘅。但係佢話乜嘢啊？你將會生一個仔，為救主預備道路。咁你講完呢句咧，再睇後邊嘅時候咧，你又會睇到當瑪利亞就同呢個嘅表姐見面嘅時候，哇！咁佢哋咧又有呢個嘅再一次嘅證實耶穌基督嘅誕生。所以我哋睇到喺呢個嘅喺整個嘅過程嘅裏邊咧，聖靈亦都不斷感動佢嘅表姐，感動表姐夫，感動瑪利亞。有冇感動約瑟啊？有冇啊？都去到約瑟嘅身邊感動，話俾佢知你嘅未婚妻會懷孕，嗬。跟住咧，所以你睇到整個嘅呢段嘅聖經嘅裏邊，邊個其實一直喺度出現緊啊？我已經講到好明顯咗啦喎，邊個啊？聖靈係咪啊？聖靈已經喺嗰度噶啦。你同我嘅生命唔可以冇聖靈，你同我嘅生命救恩嘅成就，聖靈在入邊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角色，並且係成就超自然嘅大能。一個唔能夠懷孕嘅可以懷孕，一個係童女可以從聖靈懷孕。聖靈亦都喺當中去證實、證明呢個係出於神嘅。上帝佢主動嘅介入在整個嘅救恩嘅計劃嘅裏邊，以及呢個嘅成就同埋落實。佢借着天使地，借着聖靈嘅工作，向人嚟到啟示，向人嚟到講說呢個救贖嘅恩典嘅語言，讓瑪利亞能夠懷孕耶穌基督，並且將救主誕生在呢個嘅世界上。而瑪利亞包括佢嘅表姐以利沙伯，佢哋要做嘅嘢係乜嘢啊？有冇留意嘅經文？佢哋做嘅嘢係乜嘢啊？佢就係話咩 ？Yes， 我在這裏，照你嘅意思去做。聖靈喺當時嘅運行，成就咗人類嘅救恩，超自然嘅運作。佢按照天父嘅心意，持續嘅讓呢個超自然嘅作為發生在你同我所活嘅世界嘅裏邊。所以今日你要相信，唔係淨係用我哋嘅理性，唔係淨係用我哋自己嘅分析去明白。哇！呢件事應該冇可能發生啊，應該唔會發生啊。但係誰會料到呢？除非你係神，除非我哋明白神嘅心意。所以我哋睇到聖靈佢不斷嘅，唔單止佢在耶穌基督嘅誕生，唔單止佢在嗰度嚟到參與，而且我哋睇到直到今時今日，聖靈在教會，在你同我嘅生命當中係非常之重要。因為佢就好似約翰福音嘅16章7到8節咁樣，當耶穌要升天之前，佢話我要差派聖靈嚟到你哋嘅當中，好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，責備自己。聖靈嚟係叫我哋更加嘅明白神，聖靈嚟係叫我哋更加嘅知道神你此時此刻要做嘅事情係乜嘢，讓我哋可以超過人嘅理解，喺個超自然嘅裏邊去明白到，原來神
你嘅權能係超過我所可以理解嘅。原來神你所安排嘅一切嘅計劃係超過我所求所想嘅。所以凡事聖經約翰一書話俾我哋知咩啊？聖靈會在凡事上去指教我哋。今日你同聖靈係咪好朋友啊？問一問你隔籬嘅人啦，聖靈同你熟唔熟噶？熟唔熟啊？邊個嚟噶？或者好熟，日日都傾偈噶。聖靈在你同我嘅生命嘅裏邊，會使我哋諗起神嘅話語，諗起神嘅話語，叫我哋不偏行自己嘅道路。聖靈會叫我哋喺危難嘅時候，喺難過傷心嘅時候，諗起神嘅話語，諗起神嘅信實，諗起過去神如何嘅嚟到幫助我哋，諗起過去嘅恩典。當我哋有聖靈在我哋嘅生命嘅裏邊嘅時候，神嘅話語不斷嘅加深，不斷嘅聖靈提醒我哋，不斷嘅按照神嘅話語嚟到塑造我哋嘅生命，嚟到引領我哋嘅腳步，嚟到使我哋作出同神嘅話語一致嘅決定。所以聖經裏邊就好似呢個嘅天使對瑪利亞說嘅，從神而嚟嘅話語，冇一句係唔帶能力嘅。即使話神嚟嘅話語係帶着能力嘅，神嘅話語係帶着能力嘅。你相信嗎？你相信嗎？今日你打開聖經，你讀聖經嘅時候，你相信嗎？今日你祈禱嘅時候，奉耶穌名字嘅時候，你相信嗎？我哋活喺世上，需要神嘅話語。你留意瑪利亞好中意做一樣嘢嘅，唔單止係呢章。如果你再睇落去嘅時候，佢好中意做一樣嘢，叫做反覆思想。我哋嘅思維日日反覆思想啲乜嘢啊？尋日買貴咗嘅嗰件衫，應該去另外一個地方買咧。真係好唔抵啊！跟住一味諗，一味覺得唔抵，一味諗，一味覺得仲過唔抵，仲過唔抵。跟住個照鏡嘅時候，個樣點啊？好唔好睇啊？靚唔靚啊？唔靚，你講啊唔靚。瑪利亞反覆思想乜嘢啊？佢反覆思想神嘅話語。天使對佢話：你所要生嘅，佢係神嘅兒子，佢係至高者嘅兒子。佢叫耶穌，佢要嚟拯救人從罪惡嘅當中脫離。佢反覆思想，佢呢個嘅反覆思想嘅動作，使到佢可以陪着耶穌基督行完佢33年喺世上嘅日子，因為佢反覆思想神嘅應許，佢反覆思想我所生嘅仔係要嚟到完成神嘅救恩。因此在佢好痛苦嘅時候，在耶穌釘十字架佢睇住嘅時候，或者在耶穌長大離開佢屋企嘅時候，去到處去傳福音，佢冇再好似以前小孩子咁樣同佢咁多時間嘅時候，佢反覆思想神嘅話語，以致佢可以堅持到最後，成全耶穌嘅服侍，完成佢自己嘅呼召，因為佢反覆思想神嘅應許同埋神嘅話語。你可以睇到聖靈藉着呢個嘅反覆思想，神嘅話語即使係聖靈嘅氣息，不斷在佢嘅生命，就讓佢知道，就算呢一生
有更多嘅呢啲嘅苦難挑戰，我都可以行落去，因為我有一個盼望在前邊，就係要成就人類嘅救恩，在耶穌基督嘅身上。今日我哋反覆思想，我哋要好似瑪利亞反覆思想神嘅話語，以致我哋可以繼續嘅行落去，以致我哋可以繼續嘅堅持落去，以致我哋每一日都可以同神講 Yes， 神，我願意跟隨你。每一日都可以堅持話係嘅，主，照你嘅意思行在我嘅身上。我哋需要神嘅話語嚟到維持我哋生命嗰種嘅氣氛，嗰種嘅環境，好叫我哋唔係好容易就跌倒，千差就投降，少少挫折就話我唔做啦。反覆思想唔係我哋自己嘅益處，唔係我哋自己嘅利益，唔係個環境會對我點樣，而係反覆思想神嘅話語、神嘅應許、神嘅美善、神在你同我生命當中嘅恩典，好叫我哋可以靠着聖靈嘅能力繼續嘅向前行。無論係環境世代，都唔會削弱神話語嘅能力。今日無論你係一個小學生，你係一個小販，或者係你一個 CEO， 神嘅話語唔會因為你嘅地位而改變，而調整。所有嘅人以神嘅話語為標準。所以記得，在你嘅人生嘅道路嘅裏邊，找緊神嘅話語，唔係人嘅話語。人會變噶，人嘅話亦都會變噶，啱唔啱啊？你唔需要揾個大人試啦，揾個細佬哥試都得噶啦。你頭先好似有講嘢好咩？我有講過咩？人嘅話語會改變，但係神嘅話語立定在天，永不改變。在瑪利亞嘅生命嘅裏邊，我哋從呢段嘅經文一個好關鍵嘅嘢，我哋要花啲時間嚟講嘅，就係佢生命當中瑪利亞嘅信心同埋順服，完成咗主託付俾佢嘅使命。神看重嘅唔係你嘅年齡，唔係你嘅身份，唔係你嘅經驗，唔係你有幾多嘅能力，或者有考得幾好嘅成績，賺得幾多嘅錢，而係你是否願意順服佢嘅說話。神睇人唔係好似人睇人，神係睇人嘅內心，神係睇你順唔順服。即使人哋覺得你唔靚仔，人哋覺得你唔夠瘦，人哋覺得你學歷唔夠高，重要嘅係乜嘢啊？感謝神，我哋有一位睇心嘅神，我哋有一位睇我哋內心信唔順服嘅神。所以今日你唔需要唔平衡，覺得點解嗰個人好過我，點解呢個人叻過我？你要記得一樣嘢，你去到天堂見主嘅時候，神咪話你，點解你冇好似瘋子咁叻嘅？點解你冇好似寫燈咁樣賺錢咁賺得咁叻嘅？神會問你呢啲嘢啊！神直接入到我哋嘅心裏邊。今日我哋要問自己，同瑪利亞嚟到對比，我哋順服嗎？你睇前邊，當撒迦利亞，佢係一個嘅祭司嚟嘅，即係大祭司啊。意思即係話咧，佢好懂神嘅話語，佢知道神做事要點樣獻祭，要點樣預備，要點樣潔淨，佢知道啊。但係當天使同佢講你嘅太太會懷孕生子嘅時候，
佢唔信，所以神讓佢啞咗，直到10月懷胎過後，佢個仔誕生，佢先至講翻話。呢個瑪利亞，佢係一個17歲左右嘅一個小女子，係喺屋企農村幫手父母做嘢嘅，未結婚，冇乜嘢任何特別嘅訓練，但係佢反覆思想神嘅話語。當天使嚟到佢面前嘅時候，佢驚慌，唔係因為佢被嚇到，而係竟然呢個以色列人盼望咗100幾年嘅一個嘅事情，竟然發生，而且發生在我嘅身上。佢嘅驚慌唔係因為佢冇辦法去承受，而係覺得哇，而家發生啊，並且發生喺我嘅身上。跟住佢信唔信啊？佢信。然之後天使話2次，蒙恩嘅女子，你係蒙恩嘅，亦都再一次肯定佢主與你同在，講咗2次。天使再一次嘅同佢肯定，在你身上所發生嘅奇蹟，你嘅表姐身上已經發生咗，所以我要肯定你，呢件事必然發生。瑪利亞信，佢未睇見，但係佢信。撒迦利亞亦都未睇見，但係佢唔信。瑪利亞係咪有咁啲膽識啊？係咪有咁啲勇氣啊？因為佢嘅確信同埋順服嘅信心，神借着佢展開咗人類嘅救贖計劃。瑪利亞佢在天使嘅話語裏邊，佢得着安慰、確信，並且一切佢知道係出於神嘅權能。所以佢面對世人嘅眼光嘅時候，佢面對呢個充滿未知同埋未來嘅挑戰嘅時候，記得佢嘅背景，記得佢會有乜嘢下場。如果佢未結婚有仔，有即係未結婚大肚嘅話，但係佢認定嘅係呢個係出於神嘅話，咁神必保守我，神必托住整個嘅計劃。而我就企在我應該企嘅位置上，企啱呢個嘅位置，同神嚟到配合，好叫佢嘅旨意得以成就，好叫世人從此可以得着生命之道、永生之道。今日你同我要起嚟，好似瑪利亞一樣，面對未來，我哋有未來嘅未知，我哋有恐慌，甚至我哋有唔知道如何是好。但係你同我要做嘅責任，唔係去質疑神嘅應許或者係神嘅話語，而係為自己負責任，站在你應該站嘅位置上，去負翻你同我自己嘅責任，就係去相信同埋信服神。所以個聖誕節唔係大餐，唔係禮物，唔係繁忙嘅服侍，而係在呢啲嘅當中，我哋記得。我哋嘅信服，我哋嘅信靠，係因為我哋要嚟到傳揚呢位耶穌基督，我哋要嚟到完成使命，我哋要一一嘅克服，就好似瑪利亞完成使命，完成福音嘅使命，站在啱嘅位置上。你係個組長，站在你嘅位置上去帶領你嘅組員。去傳福音，鼓勵佢哋，激勵佢哋。你係個組員，你係屋企嘅，你屋企有未信主嘅人，站在你應該站嘅位置上去邀請、去祈禱、去代禱，相信神嘅應許。神嘅應許會唔會成就？佢會唔會信主？嗰個係神嘅問題，
我哋嘅責任係企喺我哋被呼召嘅位置上邊回應神，即使有挑戰，祈禱呼求，神必賜下幫助。我哋今日睇到整個救恩嘅故事，唔係出於人嘅計劃，而係神主動嘅作為，由聖靈嚟到啟動，並且繼續嘅持續到今日。而神所講嘅話語必然成就，沒有一句係唔帶能力嘅。今日神對於你嘅生命，對於你屋企人，佢嘅計劃依然喺度進行，還未成就完。你同我今日要在神救恩嘅計劃嘅裏邊去回應，以信心、以順服，站在對嘅位置上去回應神，去參與在其中。阿們，好冇？呢個時候，我哋喺我哋嘅座位上站立起嚟。我唔知道今日神嘅話語邊一句留得深刻在你嘅心中，但係你自己知道。今日嚟到神嘅面前，你願意嚟到信靠順服，並且站在啱嘅位置上，好似瑪利亞回應神嘅邀請，讓你好似佢一樣嘅向你自己嘅生命嘅呼召嚟到前進嗎？你願意好似瑪利亞所講嘅，神照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，可能係在你嘅婚姻，可能係在你嘅家庭，可能係在你一啲嘅挑戰同埋你而家嘅狀況嘅裏邊，今日嚟到回應我哋嘅神。在未開始我哋唱回應嘅詩歌之前，要嚟到向喺我哋當中你未信耶穌基督嘅人，我哋嘅來賓，我哋嘅朋友嚟到作出一個邀請。或者你係第一次聽，或者你已經聽過好多次，但今日耶穌基督依然喺度邀請緊你，在佢嘅裏邊，你唔需要擔憂，你有永遠嘅喜樂，你有永遠嘅平安。佢嚟到擔保你嘅生命，你只需做一樣嘢，就係相信同埋接納佢成為你個人嘅救主。如果呢個係你嘅回應，你在現場嘅話，我邀請你舉起你嘅手，你同我哋一齊嚟做呢個接受耶穌基督嘅祈禱。你在線上嘅，我都一樣嘅邀請你嚟到做呢個嘅祈禱。喺信堂嘅家人，我哋都一齊嘅嚟到陪伴我哋嘅朋友，一齊作出呢個生命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嘅決定。我哋一齊嚟祈禱。主耶穌，感謝你為我而生，更為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寶血洗去我所有過犯。我承認我是個罪人，冇辦法靠自己找到人生的出路和意義。今天我選擇接受你為我個人嘅救主和生命嘅主，回到天父嘅家，成為天父嘅兒女，教導我每天選擇活出永恆的意義和價值。從今以後，我在耶穌裏有依靠，在教會有歸屬。聖靈充滿我，堅定跟隨主耶穌，不偏離左右。願主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使我成為有福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好唔好將榮耀歸俾神啊？感謝我哋嘅主，阿們。當你接受耶穌嘅時候，請你留低你個人嘅資料，或者你同帶你嚟嘅朋友，邀請你嘅朋友同佢話你已經做咗呢個嘅祈禱，讓我哋可以繼續嘅同你跟進，嚟鼓勵你，讓你繼續嘅能夠成為主嘅門徒。阿們。
咁我哋呢個時候基督徒，我哋要嚟到回應神嘅呼召。我哋以呢首嘅詩歌，我哋嚟回應我哋嘅神。舉起我哋嘅手，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我願順服仰望。係嘅，對主嚟講，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我願順服仰望。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願你的靈照你去降臨在這裡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，我深相信滿有能力，我願意降服你。你的應許降臨在這裡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，我深相信呢個時候，我哋將呢個嘅時間分別為聖，冇人到處走動，所有嘅人嘅專注就在神嘅身上。無論你在邊度，專注在神嘅身上。你話主啊，照你嘅成，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。今日你願意嚟到回應呢個嘅呼召嗎？第一，你願意將生命嘅主權再一次嘅交俾主，唔再常常掙扎，從你個人嘅生活習慣、你嘅思維方式、你做生意、你管教兒女嘅主權、管理你嘅錢財嘅主權，交在神嘅手中、主嘅手中，按着主嘅意思，依靠聖靈，在大細嘅小事情上邊，依靠神做決定。第二，求主堅固你嘅信心。你話主，我需要你，我在呢個關卡嘅裏邊，我在面對呢件事情嘅裏邊，神啊，我需要你堅固我嘅信心，讓我可以堅持相信你到底。第三，你話主，即使要付代價，我都願意選擇你嘅道路，我都願意順服到底，我願意站在啱嘅位置上嚟回應你，成為嗰個蒙福嘅人。我靠我自己，我冇辦法保證我可以蒙福，但神你話順服即使蒙福，主我願意。當我哋再唱呢首嘅詩歌嘅時候，你趕快嘅嚟到前邊回應你嘅主。你話主，照着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。哈利路亞。嚟啊，嚟到神嘅面前，嚟到主嘅面前，話主我願意，
主啊，照你嘅話語成就在我嘅身上，讓我嘅生命好似瑪利亞一樣。仲有嗎？趕快嘅嚟到面前。可能神要你放低一啲嘅嘢，神要你順服，神要你合作，佢先至能夠按着佢美善嘅意思成就在你嘅生命嘅裏邊。神今日邀請所有嘅執着，所有嘅唔甘願，放低在神嘅面前。主啊，使用我，主啊，幫助我跨出信心嘅呢一步，站在對嘅位置上回應你。仲有冇繼續嘅嚟到神嘅面前嚟回應神？哈利路亞！我哋繼續嘅唱，你繼續嘅嚟回應神。冇消滅聖靈嘅感動，踏出你信心嘅一步。話主照着你嘅話語成就在我身上。哈利路亞！我深相信你的話語滿有能力，我願意降服你，願你的靈照你去降臨在這裡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，我深相信你的話語滿有能力，我願意降服你。對主話我願意，我願意降服你，我願意，我願意降服你，我願意，我願意降服你，唱你的歡喜。哈利路亞！每個時候開聲嘅為你自己嚟祈禱。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嚟到回應你嘅神，你而家就喺點樣嘅一個嘅環境嘅裏邊，你係點樣嘅一個嘅困難嘅裏邊，一個嘅狀況嘅裏邊，抬頭仰望你嘅神，嚟到回應你嘅神。哈利路亞！將你嘅情景話俾主知，將你所面對嘅挑戰同埋困難話俾主知。你或者神在你嘅生命當中，你知道有一個嘅邀請，有一個嘅呼召，你話主，我願意嚟到回應，站在啱嘅位置上邊，我嚟到回應你。哈利路亞！係個主啊，感謝讚美你。所有你心中所憂慮嘅，所有你心中所憂愁嘅，哈利路亞！甚至你屋企人嘅救恩就在一個嘅聖誕嘅期間，你話主啊，救我嘅屋企人，主啊，使用我站在啱嘅位置上邊，嚟到發揮我作為基督徒嘅一個嘅功能。你話主啊，在我嘅同事嘅裏邊，主啊，在我嘅仔女嘅裏邊，神啊，使用我，好似瑪利亞一樣嘅，我信服跟隨你嘅旨意，跟隨你嘅引導，神啊，我就能夠嚟到成全。哦，主啊，我就嚟到完全，神啊，你在我生命當中嘅計劃。開聲為自己嚟到祈禱。哈利路亞！你需要信心嘅，你話主啊，堅固我嘅信心，俾我信心。你話主啊，我需要辦法嘅，主啊，你賜下你嘅智慧。
讓我嘅心就係如此嘅單純，讓我嘅心就係如此嘅嚟到信靠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主我多謝讚美你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主啊，堅固我嘅信心，主啊，堅固我嘅手，堅固我嘅腳。無論我而家站在乜嘢嘅位置上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字，需要調整嘅主，你就將我調到啱嘅位置。主，我已經站在啱嘅位置上嘅，你就繼續嘅堅立我，佢叫我大有信心。主啊，能夠發揮你門徒嘅功能，無論在我嘅家庭，無論在我嘅婚姻，無論在我嘅職場或者係我嘅學校嘅裏邊，主啊，使用我好似瑪利亞一樣，在你嘅救贖嘅計劃嘅裏邊，神啊，我能夠與你嚟到配合，神啊，我能夠與你嚟到同行，神啊，我能夠與你嚟到認同，好叫神啊，你在末後嘅世代使用我，使用我同埋我一家，使用我同埋我哋嘅教會。主，我哋多謝讚美你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字，神啊，我哋領取從聖靈嚟嘅能力，我哋得着啟示，我哋得着智慧，我哋得着能力。主啊，為主你而去，為主你而預備道路。主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作你心中所在乎嘅事，作你心中所喜樂喜悅嘅事情，叫你得着榮耀，叫我哋得着平安。主，我哋多謝讚美你，多謝你主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奉耶穌基督嘅名字，我哋一齊講，阿們。願你的靈照你去降臨在這裡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這裡，我深相信你的話語滿有能力，我願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話而行。將一切嘅榮耀歸俾我哋嘅主，哈利路亞！讓我哋抬起頭嚟，一齊嘅帶着信心，我哋一齊嘅嚟到宣告神嘅話語，好冇？我哋停止我哋嘅腳步，我哋一齊嚟宣告神嘅話語啊！嚟，主啊，你是信實的神，在你沒有難成的事，你必按你的主權和時間兌獻你的應許，並一切關乎我的事。因此我願意站在對嘅位置上，回應你的呼召和使命，依靠聖靈，並按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，成為蒙恩蒙福的人。即使需要付上代價，我也願意跟隨你到底，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你，以你為我生命的主和王。因為在你有永生之道，我還要跟從誰呢？你的話必然成就，沒有一句是不帶能力的。我要一生以信心和信服嚟回應你。主啊，願你照着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，哈利路亞。